歷史一直都係啲勝利者去記載，其實有幾多係真實，有冇去上蓋？我所知道啲歷史都係老師話我知。張超史書嘅記載好多來自司馬遷，佢出世嗰陣元朝已經滅亡咗40幾年。我好奇佢寫啲嘢係流定係堅？佢話錢子王係一名暴君，對佢嘅描述有冇添加污名化？話佢焚書坑儒，殘暴豪大氣功，但係我有個疑問，佢喺西漢朝代時用嘅係德字，儒家思想嘅一個時代，寫嘅嘢有冇如實記載？我豐功偉績，我有壯志雄心，我修建長城，我有百萬雄軍，我如平陸貫，我傲氣稱霸，我千秋萬世，我名留世人。可能確有此事，如果唔係統一思想，邊有咁容易？但係講到漢儒，咁就冇人知，會唔會係一個偽史？寫嘅係咪有啲都係儒家騙子？有啲嘢我就唔係咁諗，我諗法其實好簡單，放低成見，大家諗一諗。如果佢冇滅六國，冇統一戰爭，仲係七國咁亂，仲係民不聊生。冇統一嘅文字，貨幣度量衡，後來啲詩書數學使錢，仲邊有咁簡單？話佢係暴君兇殘成性，殺害平民。但係嗰啲兵馬俑，點解冇個係真人？係咪俾人揾咗笨？我豐功偉績，我有壯志雄心，我修建長城，我有百萬雄軍，我如平陸貫，我傲氣稱霸，我千秋萬世，我名留世人。有日係瑞虎地發現咗啲竹簡，記載盡呢18種，仲有好多前朝律法。開始有人慢慢替佢平反，所謂啲歷史其實有幾多係假，有幾多會係真？所謂啲真相係睇你點樣諗。我豐功偉績，我有壯志雄心，我修建長城，我有百萬雄軍，我夷平陸貫，我傲氣稱霸，我千秋萬世，我名留世人。我豐功偉績，我有壯志雄心，我修建長城，我有百萬雄軍，我如平陸貫，我傲氣稱霸，我千秋萬世，我名留世人。